救男人哦。有的说牛奶加上那个肉桂粉1汤匙，救膀胱啊。去中药房买的肉桂粉，牛奶加1汤匙的那个肉桂粉，姜粉哦，有的说是姜母粉哦，姜母哦，不是鸡姜哦。去中药房买那个姜母粉，姜母了，姜母，磨成粉末的。那个是说频尿啦，然后晚上要起来尿2次以上，那就是算频尿了。夜尿多了，就是肾气不够了，或者是射护腺的问题了。有人这样建议说，泡那个姜母粉来喝，要早上喝比较好。但是也有要改善膀胱的问题，O 型的人要防膀胱癌。膀胱的问题也可能是不是憋尿的问题，或者是好事伤了那个射护腺，引发频尿，然后又爱好面子憋尿，造成那个膀胱的问题。憋尿会造成尿毒啊，细菌跑到膀胱要用那个肉桂粉，1汤匙加入牛奶来喝，肉桂粉也能够消除那个细菌的膀胱中的细菌。最好要看医生啊，最好要戒饮啊。很冷啦，很热的日子啦，初一15啦，神明圣诞啦，或者是初3啦，农历11月15啦，农历11月23啦、25、28啦，农历的11月19啦，农历的哦，从前一天晚上11点算，到当天晚上11点，都要禁房事啊，保命、保健康、保后代啊。11月23禁饮啊，保后代啊，保事啊，避免不孕症啊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，冬天收藏，冬天也要藏精啊，你看不能再浪费精力了，不能炫耀做多少次啊，因为会跑出来的是那个射护腺液啊，射护腺液不过久了就功能衰退、早衰啊，会频尿，或者是晚上要起来小便很多次啊，就甚至功能衰竭，麻烦了。O 型的人要注意啊，容易有膀胱癌啊，所以要戒饮。